2026年全球大熊市，大家好，我係小心。呢個 channel 係關於美股同埋玄學嘅。如果你有興趣咧，可以訂閱。咁如果想知道 update 嘅美股資訊咧，都可以訂閱我個 Patreon 嘅。咁我本身書《美股 Crystal 通勝2026》咧已經出版咗啦。咁如果你想得到咧，就可以 join Patreon 咧就可以㗎啦。咁2026年咧係大熊市嘅一年啦。咁我相信啦，喺呢一年啦，唔少美股都會打回原形嘅。咁散戶投資咧就最好係保守為宜嘅。咁我有咩理據咧？就係我手上唔少嘅八字客咧，喺2026年咧都係好不利投資啊！咁基本上10個有8個人咧都會係破財嘅。咁第二咧就係幾個美股嘅巨頭咧，多數咧都會係利益受損嘅。咁參考過八字啦，包括 Nvidia 嘅 Jensen 啦，Palantir 嘅PLTL 嘅聯合創始人同埋兼董事長 Peter Thiel 啦，Meta 嘅 Mark Zuckerberg 等等嘅，都係利益受損嘅一年嚟嘅。咁呢本書咧就會逐一拆解每一個巨頭嘅運程啦，就分析股價走向嘅。咁第三個點啦，就係2026年咧就係丙午年啦，亦都係著名嘅赤馬熊羊劫年嚟嘅。咁相信咧好大可能咧係不利嘅投資環境嘅。咁由於丙午係熊熊火光啦，咁擔心國際之間都有啲可能擦槍走火嘅事件，咁嚴重嘅可以引申為戰爭嘅。咁當然我都唔想係大事件啦。咁總括而言啦，散戶投資咧就最好喺2026年咧就保守為宜嘅，千祈就唔好要咩大槓桿嘅操作啦。因為發覺唔少嘅散戶咧都係中意用槓桿嘅操作嘅，咁就小心駛得萬年船。